睇下先要唔要多一個袋啊？呢兩個嗰啲中式嘅中式飯啊，中式嘅柴底啊。有冇得炒啊？睇下媽，你仲想純根嘅？你幫我攞啲俾啲啊，純根嘅。咩？呢個兩盤啊？啊，兩盤啊！係啊。自己又上去啫嘛嗰啲。我中意呢盤，呢隻花我中意。佢嗰隻花幾靚。係啊，花未開齊。花未開齊。有得花型呢度。呢度仲有花，哇！好多女喎。係啊。呢個幾重？平啦，本來360嘅。但係呢個乾咗。肯定有少少㗎啦，因為太猛烈嘅。啱啱你咪多人太多。而家唔俾我買佢呢啲，佢唔俾我買呢啲。我諗住係點知你真係包啊？係啊，啲水片又熱就飄到鬼。花位嘅獲取海人，可用其他月料中式其他物料。為安全起見，本處將繼續禁止各位嚟農曆年宵市場嘅市民攜帶漂浮嘅 LED 發光器材進入年宵市場嘅範圍。如發現有人攜帶漂浮嘅 LED 發光器材進入場地內，本處人員會感謝你在場人士留意，呢個係食物環境衞生署嘅廣告。除咗可以使用台內嘅芯片同埋人員設計，為免堆積，各位亦可以使用能夠強力膠嘅人設計，或者用港鐵大方向嘅能源膠芯片同埋能源膠。請各位政府留意，呢個係食物環境衞生署嘅廣告，或交俾前嘅專業工人士，多謝合作。
啊，落嚟啦，好冇？佢見到你，你都係。呢個平啊 ，B B， 呢度。呢個平。係個本身。行到呢度。